再来看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昨昏空气污染是非常的严重，首都所有学校拢改伫厝里线顶上课哦。这嘛已经是最近的头一届咯。当地官员就表示讲，过去5冬哦，空气污染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印度上有名的古迹之一泰姬玛哈陵，19同款是规个大忙。北方邦空气的品质永远是真歹，尤其首都新德里，根据中央污染控制局，德里的24点钟空气的品质指数 AQI 平均值是488，风值是491。首都至少有5个监测站的通报数达到500。中央污染控制局甲超过400控伊是定义做严重，表示讲对人体健康有风险，尤其是对身体已经有病的患者会造成严重的影响。वो अंधेरा हो जाता है चलने फिरने से बहुत दिक्कत आते हैं。真侪百姓去闻到垃圾空气，有的直直扫，有的袂喘气，还有人目睭搁疼搁痒。29岁有新的妇女真烦恼，讲囡仔出生的时阵，闻到的拢是垃圾有毒的空气。कि आगे बेबी मतलब ये सब होएगा तो कैसे होगा बट जो हमारे डॉक्टर है उन्होंने हमें 当局持续采取因应措施，譬如讲，北方邦国家首都区所有学校都改线上课。这波空气污染上开始发生的时阵，真侪状况真严重的地区，空气品质是比世卫建议的安全标准高出超过50倍。伫迄当阵，专家都警告讲，这有毒的空气恐惊是袂散甲这么紧。और जो स्मॉग की चादर है इसे तोड़ने के लिए क्लाउड सीडिंग को अलाउ किया जाए。专家呼吁政府必须采取更较有效的办法，追踪做田人为了种地，伫凊彩烧稻草的状况。虽然讲烧稻草的案件连续5年拢降，但是德里的空气品质同款是起得到危险的水准。学者认为讲，当局用卫星来追踪，有可能会漏枸杞，或一寡烧稻草的案件根本就无互通报到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